好多人一入到我嘅賭場，最容易玩嘅遊戲一定係百家樂，呢個係不爭嘅事實，係我幾十年經營生涯入面最穩定嘅觀察結果。佢哋會好興奮咁衝向張賭台，好似發現咗寶藏一樣，雙眼發光，急不及待咁將籌碼擺上台面，連坐低都未坐定就開始落注，連個荷官叫咩名都未睇清楚，就已經將錢推出去。我間唔中會行過去，企喺佢哋身邊，用一種好友善、好親切、好唔會引起戒心嘅語氣問佢哋：梗係咁容易玩百家樂嘅？佢哋通常會好理所當然、好自信滿滿、好唔需要思考咁答我：百家樂最公平啊嘛！開莊就係開閒，勝率差唔多有50%，只要我控制得好，點會冇得贏？每一次聽到呢種說話，見到佢哋臉上嗰種自信嘅表情，每一次感受到佢哋語氣入面嗰種不容置疑嘅肯定，見到佢哋雙眼入面嗰種對未來嘅美好憧憬，我表面上面帶微笑，保持住賭場老闆應有嘅風度同禮貌，語氣溫和咁繼續同佢哋傾偈，但心入面其實諗緊，又多一個送錢嘅笨人，又多一個以為自己好聰明嘅水魚，又多一個將會喺幾個鐘頭之後垂頭喪氣行出去埋怨自己運氣唔好嘅可憐蟲，又多一個將會由滿心歡喜變成萬念俱灰嘅悲劇主角。佢哋完全唔明白自己參與嘅係一個點樣嘅遊戲，完全低估咗莊家嘅數學優勢同心理操控，完全高估咗自己嘅控制能力同紀律性，完全忽略咗大數法則同累積概率嘅存在。佢哋抱住一個美好但虛幻嘅幻想入嚟，然後帶住一個殘酷但真實嘅現實離開，中間嘅過程只係時間嘅問題，只係早晚嘅分別。今日我同你講句掏心窩子嘅實話，一句可能會令你覺得難聽、覺得殘酷、覺得接受唔到、覺得衝擊你一直以嚟嘅信念，但絕對係鐵一般事實嘅說話。和百家樂單鋪牌開莊閒嘅機率確實接近50%，呢個係事實，我唔會否認，亦都冇辦法否認，因為佢係遊戲規則嘅一部分，係公開透明嘅數據係，你可以自己坐喺度數100鋪、1000鋪，然後親自驗證嘅數字。但如果你以為自己長賭落去，最後帶錢離場嘅勝率有50個百分點，你簡直係天真得討人厭。你對概率嘅理解停留喺最表面、最膚淺、最原始、最直覺嘅層次，你完全冇意識到賭局係一個連續嘅過程，而唔係一個單次嘅事件。你完全忽略咗時間同次數對結果嘅累積影響。你完全唔知道大數法則喺背後默默運作緊，你完全唔明白累積概率同單次概率之間嘅巨大差距有幾離譜。好多賭客就係抱住呢種50%勝率嘅美麗錯覺，一步一步咁將自己嘅血汗錢送俾賭場，輸咗都唔知點解，淨係識得賴地，硬話自己運氣唔好，話今日個荷官同佢相沖，話張台風水唔得，話隔離嗰個賭客嘈住佢，話自己今日着錯衫，話自己冇拜神，話自己帶錯幸運符嘢。佢哋永遠唔會檢討自己嘅決策過程，永遠唔會質疑自己嘅基本假設，永
永遠唔會去了解背後嘅數學原理學和，永遠唔會問自己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如果真係有50%勝率，點解仲會有咁多人輸錢？結果就係一次又一次咁重複相同嘅錯誤，一次又一次咁將更多嘅錢推上賭台，又一次咁由贏變輸，由輸變清袋，由清袋變欠債。今日我會同你徹底拆解呢個世紀騙局，等你以後唔好再咁天真，等你以後落到場，至少知道自己輸嘅真正原因係咩，而唔係蒙查查咁將責任推俾運氣嘅。等你明白長賭必輸呢4個字背後嘅數學根據同心理機制，等你由一個盲目嘅參與者變成一個清醒嘅觀察者，就係一個自動送上滿壺嘅水魚，變成一個懂得保護自己嘅理智消費者。喺大數法則同人性弱點雙重夾擊之下，長線真正能帶錢走出賭場大門嘅概率，連1成都唔到，甚至可能連5%都冇。呢個數字聽落好驚人，和好令人難以置信，好令人覺得誇張。但佢係建基於最基礎嘅概率論，幾十年嚟嘅實際營運數據，同埋成千上萬個賭客嘅真實案例。其實心霍和，如果你唔想再做入賭場送錢嘅水魚，想用真正嘅莊家思維去睇清博弈真相，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開啟埋隔離個小鈴鐺。我會將我幾十年來喺澳門街睇到嘅博弈秘密、數學陷阱、心理操控同生存智慧，實續毫無保留、赤裸裸將心比心咁話俾你知，等你可以喺任何金錢遊戲入面保護自己而和，唔好再因為無知而同錢過唔去，唔好再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將自己嘅財富拱手讓人，即係何？唔好再因為一個美麗嘅誤會而毀咗自己嘅財務健康。好，而家正式入正題，各位老友記，喺我開始詳細拆解之前，我想問下你哋先，你平時去玩會唔會俾自己設定一個每日贏錢嘅目標？你嘅目標係幾多？1000、2000、5000定係1萬？你覺得呢個目標係合理嘅、可達到嘅，定係只係一個你隨口講出嚟嘅數字？你係基於咩原因設定呢個數字？係你嘅經驗，係人哋嘅建議，定係純粹隨意？你試過連續幾多日達成目標和覺得自己好叻，已經掌握咗贏錢嘅秘訣，已經揾到一條穩定嘅財路，已經可以靠呢個方法改變生活，然後又係喺邊一日、邊一個時刻、邊一鋪突然之間一鋪清袋，將之前所有嘅成果一次過輸翻晒，由天堂跌落地獄，和由滿心歡喜變成萬念俱灰。你嗰陣時嘅心情係點樣嘅？係震驚定係絕望？係憤怒定係無奈？係想掟嘢定係想喊？你當時諗緊啲咩？你係咪覺得成個世界都同你作對？你係咪覺得自己好唔抵？你係咪覺得點解會係你？和不妨喺評論區寫低你嘅經歷，我會親自睇你哋嘅留言，逐條回覆，同你分析當時嘅情況，拆解嗰個過程入面發生咗咩事，等你明白問題出喺邊度，等你以後唔好再犯同一個錯誤。好，講完互動問題，我而家正式同你拆解點解你長賭落去帶錢走嘅勝率連1成都有。第一個原因，因為你犯咗數學上最經典、最基本，任何一個讀過統計學嘅人
都一定識嘅賭徒輸光定理。呢個定理講嘅嘢好簡單啫，但背後嘅含義極度深遠，足以解釋點解幾乎所有賭客最終都係輸錢離場啫，和足以粉碎任何關於我可以靠紀律贏錢嘅幻想，足以令你重新審視你對賭博嘅所有認知。佢係咁樣嘅，是和喺一個連續嘅隨機博弈入面，如果一方嘅資金係有限嘅，而另一方嘅資金係無限嘅，有限資金嗰一方最終輸光嘅概率係100%，係一個絕對嘅必然，而唔係一個可能或者一個概率上嘅傾向。是和，你諗下呢個定理對你嚟講代表咩嘢？佢喺現實世界入面嘅具體含義係咩？你帶10000蚊入嚟，輸清光就冇得再玩，且和你嘅遊戲就結束咗。你連繼續坐喺張台前面嘅資格都冇，你只能夠垂頭喪氣咁行出去，帶住一身嘅懊悔同唔忿氣，帶住一個永遠冇機會修補嘅結局。但賭場嘅資金係幾十億、幾百億，背後仲有無數嘅融資渠道同現金流。我哋嘅資金池深不見底，你輸光嘅時候，我只係損失咗一小部分，對我嘅整體財務狀況完全冇影響。認我仲有大把子彈可以繼續，仲有無數嘅賭客會繼續入嚟幫我補充彈藥。你同一個資金無限嘅對手玩，和你嘅本金只要斷一次，你就永遠冇機會翻身。但賭場隨時可以同你玩落去，等你下一次再送錢嚟，再輸多一次，直至你徹底放棄為止。呢個就係資金規模上嘅不對稱，係一個你永遠冇辦法克服嘅結構性劣勢。數學上嘅必然結果同你嘅技術、經驗、運氣、心理質素完全冇關。即使你係世界上最冷靜、最有紀律、最聰明嘅人，我都改變唔到呢個數學事實。第二個原因，因為賭場有無聲無息，好多賭客完全唔在意、完全忽略，甚至完全唔知道存在嘅抽水機制。呢個機制係賭場最穩定嘅利潤來源，係莊家優勢嘅具體表現，係一個你每玩一鋪就要支付一次嘅隱藏費用。扎家樂買莊贏要抽水5%，即係你贏10000蚊，實際上只會收到9500蚊，嗰500蚊就自動落入賭場嘅口袋，成為賭場嘅穩定收入。或者喺免佣百家樂入面，莊6點勝出嘅時候只賠一半，即係你贏嘅金額直接打5折，你嘅盈利瞬間蒸發一半，由10000變5000，由贏變輸一半。呢個看似不起眼嘅抽水，好多賭客覺得只係好少嘅數目啫，而係一個小數數點後嘅零頭。覺得完全唔會影響大局，覺得可以忽略不計，但實際上赤和呢個抽水率係最致命嘅慢性毒藥。佢嘅威力唔係一鋪見效，而係透過長時間嘅累積，慢慢侵蝕你嘅本金，好似溫水煮蛙一樣。等水溫慢慢升高，等你喺不知不覺之間發現自己已經冇力氣跳出嚟，已經太遲。你每贏一鋪靜下就要被抽走一部分，你玩嘅次數愈多，被抽走嘅總額就愈大。只要你長賭，呢個抽水率會隨着流水不斷侵蝕你嘅本金，而學和好似一個永遠唔會停止嘅漏水龍頭一樣，慢慢將你嘅水池抽乾，一滴一滴咁將你嘅財富轉移，直到將你嘅籌碼榨乾為止。
到嗰陣時，你先發現原來自己大部分嘅盈利都已經被抽水蠶食咗。原來自己辛苦贏翻嚟嘅錢，其實好大部分都交咗俾賭場。呢個抽水機制就係莊家確保長期獲利嘅最穩定、最可靠、最唔會失誤、最難以被投訴嘅來源。賭場營運嘅核心支柱之一係莊家優勢嘅具體表現。你有冇試過連續贏咗好多次細錢，每次贏1000幾百，和覺得自己好叻，覺得自己已經掌握咗贏錢嘅節奏，覺得自己已經可以靠呢個方法為生。結果一遇上一次黑天鵝，突如其來嘅連輸，就一鋪送翻晒過去1個月甚至幾個月贏嘅成果，由贏變輸，由輸變清袋，由滿心歡喜變成一無所有。你有冇試過嗰種有天堂跌落地獄嘅感覺？由雲端跌落深淵，由滿心歡喜變成萬念俱灰，自信滿滿變成懷疑一切，由覺得自己係天選之人變成覺得自己被詛咒。有過呢種痛心體驗嘅朋友，正和不妨喺留言打一個有字，等大家睇下呢個陷阱有幾普遍，等其他人知道呢個唔係個別事件，而係一個幾乎每個賭客都會經歷嘅循環。一個你以為自己避得開，但最終一定會中嘅陷阱。你覺得自己同人唔同，但最終會發現人人都一樣嘅命運，一個由數學同人性共同編織嘅必然結果。好，接和。講完數學上嘅賭徒輸光定理同抽水機制，而家要同你拆解第3個更加致命、更加難以抵抗、更加深入你骨髓、更加唔係你用意志力可以克服嘅原因，就係人性嘅致命弱點。呢個弱點比起任何數學公式都更加危險，因為佢係你與生俱來嘅本能，係你大腦入面根深蒂固嘅反應模式，係你幾百萬年進化留下嚟嘅生存機制，係你血液入面嘅一部分，和你幾乎冇辦法用意志力去完全對抗。你只能夠靠紀律去約束，靠一個預先設定好嘅系統去防止自己犯錯。賭場嘅規則，由遊戲設計到場地佈置到服務安排到周邊配套，全部都係完美針對人性弱點而設計嘅。競和全部都經過心理學家同行為經濟學家嘅精密計算同反覆測試。錢牌全部都係為咗一個目的，就係令你喺唔知不覺之間做出對莊家有利嘅決定。此和佢哋知道人喺唔同嘅情緒狀態之下會做出唔同嘅決策，而呢啲決策嘅模式係高度可預測嘅，係可以計算嘅、設計嘅。人喺贏錢嘅時候會變得膽小，會害怕失去現有嘅利潤，會覺得呢啲錢已經係自己嘅，唔可以再失去嘢，所以贏少少就想走，唔敢繼續搏，將自己嘅盈利空間壓縮到最少。呢個就係贏就縮。你贏咗1萬，本來有機會贏2萬、3萬甚至更多，但因為你驚輸翻出去，所以你提早收手，結果你嘅潛在盈利被自己嘅恐懼限制住，上限被自己嘅膽小鎖死咗，你嘅可能性被自己嘅保守摧毀咗。但人喺輸錢嘅時候會變得極端冒險，而會覺得自己一定要贏翻，會覺得呢個損失唔可以接受，會覺得命運對自己唔公平，會不惜代價加倍下注去敘訴自我，希望一鋪翻本
將自己嘅損失空間擴大到最大。呢個就係輸就衝，你輸咗1萬，你唔想接受呢個損失，一定要贏返。所以你開始加大注碼，由1000變2000，由2000變5000，由5000變1萬，由1萬變2萬。和結果愈輸愈多，愈輸愈深，愈輸愈難翻身，愈輸愈覺得自己冇得救。呢種反向嘅風險偏好，即係贏嘅時候太保守，輸嘅時候太進取，注定咗你嘅結果就係贏，只能贏粒糖，輸就會輸間廠。係一個千古不變嘅規律，一個任何賭客都無法逃避嘅宿命，一個你愈聰明就愈容易中嘅陷阱。你將自己嘅盈利空間壓縮到最少，同時將自己嘅損失空間擴大到最大，呢個結構本身就係一個必輸嘅格局，和一個你永遠冇辦法靠技術或者經驗去改變嘅格局，一個你愈努力就愈容易輸得更多嘅矛盾。和賭場就係利用你呢種與生俱來嘅本能，等你喺唔知不覺之間將自己嘅財富一步一步咁轉移過嚟學和，而你甚至會覺得呢個係你自己嘅決定，係你自己嘅選擇，係你嘅策略，係你嘅自由意志，係你嘅理性判斷。長賭落去，你贏走嘅錢都只不過係暫時寄存在你口袋入面嘅利息，你遲早會連本帶利還返俾我。呢句說話我講過好多次，每一次都係真心嘅，每一次都係建基於幾十年嘅實際觀察，都係眼見無數賭客重複呢個循環之後得出嘅結論，每一次都係經過時間驗證嘅真理。你以為自己贏咗，其實你只係暫時保管住呢筆錢，只要你一日繼續玩，只要你一日唔肯徹底收手，只要你一日仲覺得自己可以戰勝賭場，只要你一日仲抱住嗰種5成勝率嘅幻覺，呢筆錢最終都會返嚟我嘅口袋，而且仲會帶埋你更多嘅本金一齊嚟，連本帶利一得鋪清算，一次過將你之前所有嘅努力全部抹走。落到場你覺得最難克服嘅係貪念，即係贏咗唔捨得走，想贏更多，想挑戰自己嘅極限，想證明自己嘅能力，想打破自己嘅紀錄，定係唔忿氣，即係輸咗，想即刻搏命翻本，唔想接受損失，唔想承認自己錯咗，唔想面對現實，唔想帶住一個失敗嘅結果離開。和你嘅心魔主要係邊一個？係貪心定係好勝？係渴望更多定係唔肯認輸？你覺得邊個更加危險？邊個令你輸過最多錢？和邊個令你最難控制？邊個令你喺最關鍵嘅時刻做出最錯誤嘅決定？邊個令你由一個理性嘅人變成一個失控嘅人？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心魔，可係邊個？我會同你講點樣用莊家思維去鎖死呢個心魔，等你唔好再被佢控制。等你喺最關鍵嘅時刻可以保持清醒，等你由一個被情緒主導嘅人變成一個可以主導情緒嘅人。心理學和等你由一個被動嘅反應者變成一個主動嘅決策者。講到呢度，我而家要同你講一個更加真實、更加殘酷、更加需要你清醒面對、更加需要你認真思考嘅事實。好多自作聰明嘅賭客和成日諗住自己唔貪心，諗住自己好有紀律，諗住自己同其他賭客唔同，
諗住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和每日用手機開個表格記錄低每一鋪嘅輸贏，詳細分析自己嘅表現，或者帶幾千蚊賭王落場贏到1000蚊就走，絕對唔會留低嘢，絕對唔會貪心，絕對唔會因為贏咗而改變計劃。佢哋以為自己可以將賭場當成每日提款嘅提款機，日日定時定候嚟攞錢，好似返工放工咁穩定可靠，好似銀行戶口咁聽話，好似自動櫃員機咁方便。呢個諗法根本係一個天大嘅笑話，切和一個令佢哋輸得更快、輸得更慘、輸得更莫名其妙嘅致命陷阱，一個會令佢哋由自信滿滿變成萬念俱灰嘅圈套，會令佢哋由以為自己好聰明變成發現自己好天真嘅覺醒。你想當賭場係提款機，但賭場一早將你當成提款卡，和每次你入嚟都係喺度幫我增值，將你嘅財富一步一步咁轉移過嚟，將你嘅努力一步一步咁吞噬。你以為自己好精明，自己揾到着數，你以為自己比其他賭客聰明，你以為自己嘅計劃天衣無縫，和其實你只係由一個陷阱跳入另一個更加深、更加暗、更加難爬返出嚟嘅陷阱，只係由一個水魚變成一個更加自信嘅水魚，由一個輸錢嘅人變成一個以為自己會贏，但最終都係輸嘅人，係賭場靠博弈維持生計者，和將賭博當成你嘅職業、你嘅收入來源、你改變命運嘅捷徑、你解決財務問題嘅方法、你擺脫現狀嘅出路，和呢個根本係不可能嘅，係一個注定會失敗嘅幻想，係一個會令你輸得越來越深嘅無底洞。和係一個會令你由一個小問題變成一個大災難嘅催化劑。賭博從來唔係一門可以維持生活嘅生意，佢唔係一個職業、一個投資，更加唔係一個可以改變命運嘅捷徑。佢只係一場高消費嘅娛樂，入戲院睇戲，去主題公園玩機動遊戲，去唱卡拉 OK， 去食一頓貴價晚餐一樣。你用錢買嘅係過程入面嘅刺激同快感，而唔係一個保證嘅回報，唔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來源，唔係一個可以養家嘅職業，一個可以改變人生嘅方法。如果你真係想贏，唯一嘅必勝法就係不賭。呢句說話我講過無數次，都係真心嘅，每一次都係希望你可以聽得入耳，希望你真係可以做到。和希望你可以由一個不斷送錢嘅人變成一個清醒嘅人。和希望你可以由一個被賭場牽住走嘅人變成一個可以控制自己行為嘅人。不賭，你一毫子都唔會輸給我。和你嘅財富完全由你自己掌控，你唔需要承受任何不必要嘅風險，你唔需要經歷嗰種由贏變輸嘅痛苦，你唔需要忍受嗰種輸清光之後嘅後悔，你唔需要面對嗰種因為賭博而搞到身陷困境嘅絕望。只要你踏入賭場，你就必須做好呢筆錢係用嚟買娛樂，隨時可能歸零嘅心理準備。你必須要接受呢個錢係你用嚟買開心嘅，而唔係用嚟投資嘅，唔係用嚟翻身嘅，唔係用嚟改變命運嘅。你唔應該帶一啲你承受唔起損失嘅錢入嚟，和更加唔應該將賭博
當成你解決財務問題嘅方法，因為呢個方法從來都唔會成功，從來都冇人靠佢成功過，將來都唔會有人靠佢成功。希望今日呢番真心話可以點醒大家，可以幫你由一個盲目嘅賭客變成一個清醒嘅消費者。由一個被情緒主導嘅人變成一個可以理性面對風險嘅人，由一個不斷送錢嘅水魚變成一個懂得保護自己嘅智者。濟學和由一個以為自己可以戰勝賭場嘅人變成一個明白賭場永遠都係莊家嘅人。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記得幫手點個讚，分享俾你身邊嗰啲仲係抱住5成勝率幻覺嘅朋友，等佢哋都可以認清現實，唔好再蒙錯查咁送錢潛龍，唔好再將自己嘅血汗錢奉獻俾莊家，唔好再因為一個美麗嘅誤會而損失自己嘅財富失和，唔好再因為一時嘅衝動而毀咗自己嘅人生。我哋下一期會繼續分享更多關於博弈真相同商業智慧嘅內容。和到時會同大家拆解更多關於風險概率、決策心理同資金管理嘅課題，幫你一步一步建立一個完整嘅思維系統。等，你可以喺任何金錢遊戲入面保持清醒，做一個永遠唔會被表面數字蒙騙嘅人，做一個永遠唔會被自己情緒主導嘅人，做一個真正明白風險同回報之間關係嘅人。如果你唔想錯過，記得保持留意。我哋下期再見。